加接下來係沙運嘅鄭國海，就是對沙運嘅部分。做嚟講，南台灣嘅一個社會運動，差唔多就看得到鄭國海以前嘅身影。佢對早期佢包含加入一個台灣嘅人權促進會，到1990年擔任台灣環保聯盟高雄分會嘅會長，關心到高雄嘅一個環境嘅問題。再到1992年發起催生衛武營公園，開始南台灣綠色革命嘅運動。故所現下看到一個衛武營做得安泰，代表一個高雄人嘅驕傲。其實咩係對1992年鄭國海醫生佢哋去發起催生衛武營公園正開始。喺2009年嘅時節，衛武營都會公園就正式舉行一個通土典禮。佢全部嘅過程其實係非常嘅艱辛。喺1994年嘅時節，鄭國海醫生佢擔任保護高屏溪綠色聯盟嘅創會嘅會長，加咩盤高屏溪嘅咧政策，本期做得成為一個做得飲用水源頭保護嘅地方。喺1995年嘅時節，高雄綠色協會成立，鄭國海醫生咩係創會嘅會長。這樣時咪開始啟動一個中央公園嘅重建運動。故所人哋現下的高雄嘅中央公園，做得看到安全市民嘅一個公園，咪同鄭醫生有相關咯。喺1995年嘅時節，佢參加保護勇士總辭嘅運動，咪正接觸到鄭醫生本身，咪係一位客家莊出世嘅人。後來對一個家棟嘅地方，因為一個勇士總辭嘅一個公路開拓，可以拆掉一個勇士總辭。佢就促成一個地方嘅保護勇士總辭運動，佢鄭醫生嘅概念，咩本日嘅運動做得本期更加向人注意，咩成功嘅保護嘅也勇士總辭。包含1996年嘅時節，佢咩出駐建國黨；1998年嘅時節，綠隊反水庫嘅義勇軍，一個反對興建美濃水庫還有馬家水庫啊。其實咩做得看到鄭醫生嘅身影，尤其喺一段時間，佢同美濃一個地方嘅一個連結。咩促成後來對行人實施嘅一個撰寫改創一個系統。喺2000年嘅時節，佢出駐台灣南沙，韓國本身係長沙嘅沙長。喺2004年嘅時節，咩連任台灣南沙嘅沙長，還透過對台灣南沙各位去串聯北、中、東也三個地方，同佢串聯起來成為一個台灣沙，也咪係對一個台灣南沙一片做起點，各位全部去串聯起來。嗰對2000年嘅時節，還有包含搶救中正公祠古蹟保存促進會，鄭醫生咪係小新人。嗰對一個過程嘅設計，咪係對屏東客家人古蹟嘅一個保存，其實鄭醫生咪做改圖一個投入。2000年嘅時節投入嘉東社區嘅發發工作，故所現下都係嘉東一個地方，人哋會看得到客家嘅一個文化鋪頭。做得看到客家嘅一些咧，當時對嘉東嘅地方留下來嘅一些古蹟，終於保存下來。人哋去嘉東一個地方，會看得到一個指標，會講也係三個博物館。嗰一個咪係當年鄭醫生佢哋喺投入嘉東社區發發工作嘅時節，希望做得帶出來嘅一個願景，就係本一個博物館係上到次元，係人做得對地步行路發通嘅一個地方。